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是否希望將你嘅產品攻佔全球43億嘅移動用戶？喺呢個視頻，我哋教大家點樣零成本做到全球首頁排名，讓呢個市場簡簡單單將佢拿下。我哋提供全智能嘅建站系統，免費購物車國際支付平台，全球化嘅免費視頻推廣，無限製作 QR Code。大部分嘅朋友都活在移動世界裏邊嘅互聯網，佢哋透過搜尋、睇新聞、睇電影、下載、購物、搜尋、瀏覽，全球有43億嘅移動用戶。我哋點樣用低過一樽礦泉水嘅價錢就跑得功效？30天免費試用，讓你嘅產品走進移動市場係唯一嘅選擇。首先，我哋要了解一下互聯網每1分鐘嘅海量數據。所謂海量 ，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，我哋要3天不眠不休先可以將佢睇晒。Google 搜索有200幾萬，譯名增加70個，網站增加570個。Amazon 銷售83000蚊美金嘅產品。我哋點樣喺呢個海量數據裏邊可以遙遙領先呢？首先，大家要建立一個 QR Code 系統，呢個係免費嘅。建立自己手機版嘅購物平台。半個鐘頭就可以做到，低過一樽礦泉水嘅價錢4個8。我哋提供全球化嘅免費視頻平台。所謂全球化，我哋係唯一一個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嘅視頻平台。我哋保證，我哋承諾喺大家嘅廣告播出之前，絕不加插廣告嘅概念，讓大家嘅視頻廣告喺消費者面前直接展示。同時，觀眾亦無需要下載任何應用程式，就可以直接透過智能手機觀賞你嘅視頻呢個廣告。我哋教大家點去做全球首頁排名，真正做到營銷無國界無時區。呢啲就係我哋嘅能力。我哋喺嚟緊5月20號，我哋喺香港工業總會舉辦一場研討會，中小企如何面對全球市場由零成本做全球視頻推廣重新出發。時間係下晝3點至5點，大家可以關注下香港工業總會網站。如果大家對以上嘅情況想進一步了解，請同我哋溝通一下，多謝大家。